昨公布大学学测的成绩，部分无达到标准的学生，伫咧学校伫处理，恐惊是要面对着真大压力。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就呼吁社会大众，唔通干那看成绩，应该加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。那昨天一早，就是我收到简讯通知学测成绩之后，其实不少班上的同学就选择请假在家休息，沉淀心情。在2024年的校园幸福政策白皮书引用了儿福联盟的调查，发现学生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课业。如果大学学测放榜，真侪高三的学生因为成绩不如预期，都要面对分科的考试，对同学之间分数的比较，和家长、老师的仰望，各种有够大的压力，是一个啊拢放伫青少年的身躯顶。要安怎排解情绪？台湾少年权益和福利促进联盟呼吁讲，社会大众伫成绩以外，应该去注意青少年身心的健康。随着 Threads 等平台的兴起，成绩比较这件事情变得更多的无所不在。成绩在公告之际，各校对于心理辅导的需求会打入到高标。然而，其实目前的人力，就我们的了解，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补齐的。立委林国勤指出讲，虽然讲已经有修正学生辅导法，但是一个辅导老师是去对900个学生，人力犹原是无够。另外嘛，呼吁学校和补习班在公布榜单进前，要考虑保护学生的国资。因为去年就是有这样子的案例发生，我去学校看那些榜单，然后我就上脸书找到个资，那我去追踪你的生活之后。你上公厕的时候去拍。林国勤委员嘛提醒讲，最近日间部的大专院校休学退学的人数，因为技术未合是持续一直起嚟，会当看出高中阶段的生涯辅导是真需要加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